新北市土城发生家庭暴力的命案，其实呢，这嫌犯前一日才因为违反保护令，互人移送地检署，了后是请回，所发生这场悲剧。这检方是表示讲，其实当初是放人回去的时阵，有通知警方甲家暴中心一定要提醒这个受害者。也毋过，妇女团体是表示讲，要有方报复，就要先稳定对方的情绪，这是真需要规个社会资源的支持。伫咧新北市土城区明德路二段，随即发生家暴引申的命案。一个姓谢的查甫人驶车脚当咧骑车的现场的牵手甲椅仔，佮对车顶举棍仔含刀仔攻击因，落尾伊的牵手甲椅仔送病医了后，拢救无回来。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于2个小时内在彰化、深港逮捕犯嫌到案。今年5月接获通报后，持续服务至今。我们全力配合检方调查，厘清过程，并协助家属后续事宜。事实上，这个查甫人常常家暴伊的牵手的保护令，伫6月25才拄申请着，7月初到这个姓谢的查甫人就违反保护令，互人移送新北地检署。检察官伫咧问话了后，就甲请回去，说伫咧吹市就发生这场悲剧。针对这个案件，检方强调，当初放姓谢的查甫人回去的时，有依法通知警方甲家暴中心来提醒受害者爱提悬警觉。也毋过，妇女团体表示，要有方保护，就先稳定相对人的情绪，嘛着靠家暴防治中心、社工和亲人，也是社区的网络，安尼才有通全面发挥保护令的效益。也许是接触相对人的这一个相关的网络，一个是除了把这个资讯带给就是被害人端的社工以外，就是有没有机会，就是我们可能找到相对人相关的所谓支持的网络，也许是他的亲友或者是他认识的或信任，可以跟他谈话，就是让他情绪不要这么就是高涨。妇女团体嘛指出，其实保护令申请了后，常常双方也是会因为债务也是囡仔的代志继续接触，安尼也是会有安全的疑虑，所以除了爱继续注意，也要和社工讨论安全规划。目前专案后续是照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